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日采示新政策，讲台北市将要推动育儿减少工时的计划。从今年3月1号开始，台北市要领先全国推动育儿减少工时计划。对于家中有12岁以下孩子的育儿爸妈，只要企业在不减薪的情况下，让这些家长每天可以减少1小时的工作，而所减少的工资将由市府提供80%补助。蒋万安进一步来指出，讲各会当予员工弹性来选择，伫咧上班或者是下班时间，逐工减少到1点钟的工时，都是为着要予家长袂阁因为赶时间要接囡仔感觉焦虑。蒋万安讲，台北市政府会将做家长上强的优饲囡仔的靠山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